国小学生认真地伫咧上课，也毋过这毋是教室，是伫咧北区的开基育风宫，为了互学生会当熟悉历史古迹。北区区公所推动古迹就是教室的计划，互学生实际伫古迹现场进行上课。上个主要嘛是要互咱的小朋友除了来迄个庙林信用以外呢，嘛会使透过庙林的一寡建筑庙林主要伊的功能来做一个认识，互咱除了普隆西亚夜乡对白以外呢，咱阁会使较深入的了解到咱地方的艺术文化，将咱的宫庙当作是一个教育的场地。开基育风宫主要奉祀玉皇大帝，建立到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，伫在地有着足深的意义。北区区公所邀请清华大学团队编写教案，以 Oh My God 我的老天为主题，将这些民俗活动融入课程，让学生用无同的角度，更加了解庙宇文化。开基玉皇宫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，那过去很多的小朋友都反映说，他们来过这边拜拜，但是对于玉皇宫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科仪啦，乃至于说庙里面的这些木雕啦、石雕啦、彩绘啦，可能很少去深度的一个了解，所以这一次荣教授的团队特别把开基玉皇宫的这些生命礼俗的部分，包括里面的所谓的艺术与人文的内涵，通通把它变成是教案学习的一部分，让学生直接就来到了开基玉皇宫，透过这一本教案来进行学习。那我想这样子的计划也可以推广到台南市37区里面，因为我们目前还有一个所谓的宫庙博物馆的计划，那把它整合在一起，我相信这是我们推动文化资产教育非常好的一种方式。这个计划已经进入第2档，未来区公所嘛将持续伫区内古迹展开教案开发，以探索为导向进行活动设计，重新互古迹庙宇以另外一种方式，互在地学生会当熟悉家乡在地历史文化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